1956年嘅台北，冬天嘅風入面夾雜住一股死唔甩嘅腥味。喺中航嗰片唔見天日嘅竹林入面，一班無家可歸嘅後生仔，用最原始嘅方式，將條命交助過對方。佢哋唔係喺度求財，而係喺度求生存。喺我個凍冬嘅年代，冇人去權身弱者。香河飄散，生死嘅界線喺嗰一刻開始變得模糊。逐影搖動，呢個影子後來籠罩咗成個寶島幾十年。當我則被稱為限銜子嘅後生仔踏越竹林嘅時候，佢對夜就責定要遮天避人。你聽唔聽到竹葉沙沙聲？嗰個係有人要被請去飲茶嘅前奏。半夜聽呢個故事嘅大佬們，記得訂閱頻道，按埋鈴鐺，留言講最驚悚嘅部分俾我知啦。故事要由1949年講起，嗰段時間大批人馬跟住老共撤退到台灣，呢班被稱為外省人嘅轉傳子弟，喺陌生嘅土地上好似無根嘅符慶。佢哋喺學校被本地嘅嗰頭嗨夫，喺街頭被人排墮，為住唔俾人猜腰，呢班後生仔唯有走埋一檔，用拳頭齋撞。1953年，一個嘅順特皮嘅後生仔喺中和年成立咗中和幫，呢個就係後陣線全球黑道嘅前身。當時嘅台北街頭城戶都係陣陣新燒味，不同派系之間嘅體育運動幾乎每晚都喺度上演。順特皮雖然夠狠，但係好景不長。1956年，佢喺一幫大龍鳳入面唔小心送咗對手去影院碎罪，結果被執法部門請去長期駐紮。龍頭一失脆，中和幫瞬間變到散燒燒，內部分裂，外被伺機而動。眼面呢個剛起步嘅團體就要虛揮新身。喺呢個關鍵時期，一班河心成岩喺永和鎮處臨路嘅一個靚仔秘密會誓，為咗展現公平，佢哋決定唔錫大佬，而係採取集體良島。因為當年開省嘅地方周處都係樹林，所以佢哋將宿舍重新命名為樹林聯盟，簡稱樹聯幫。為咗企面入咗可遇嘅順特皮，佢哋喺祭傘上踢燈擺多一炷香，象徵聯手永遠喺度。就係呢份醃住嘅槍底情，讓樹聯幫嘅凝聚力變得樹聯幫嘅變得曳好果嘅人，係一個生得雲絲笨笨，但眼神同到骨子入面嘅後生仔陳取力。因為佢唔驚游水，江湖上啲人都叫佢做限銜子。陳取力本身係遠傳入面嘅豬組仔，但係命運將佢推上咗另一條路。佢拜量住一班被住領嘅後生仔嘅台步嘅行沙橋上入面，用最原始嘅方式建立次處。陳取力同一般人係起地攞住架生亂收亂漲嘅古索仔唔同，佢個盲生好似電能咁精準。佢明白要喺台北呢個龍蛇狠咗嘅地方賺神舊根，單憑狠正係唔夠嘅，仲要有企柱有傳橫。佢開始重新編排棒狀嘅行李，將呢班後生仔訓練到好似捲錘嘅。佢哋喺齋頭
進行清理門口嘅時候，從唔拖泥擺水。當時嘅台步齋頭最大嘅對手係老牌幫派四海幫。四海幫嘅情形，大多數係揸名附著嘅子弟，背景雄厚，裝備亦都比較高級。相比之下，住聯幫初期好似起住仔嘅，但係陳才叻同佢班兄弟最唔錯嘅就係命。佢哋明白，如果今日唔把對手送粉拿沙，聽日勞齋嘅就係自己。一綁綁殘不忍觸嘅仔話，係台步嘅二麥沙展開。每當心意蠢醒行起，轉傳嘅銀角戰石鐵就會上出一班攞住抱持包住家伙嘅連塵人。佢哋唔搶話，淨係黎明如砍子嘅一 GMO 嘅一個現實。喺咁段時間，住聯幫嘅名草開始傳遍大街小巷，凡係練到住林兄弟招座，連附近嘅狗都唔敢吠。陳才叻輾轉意寫道，如果要成為真正嘅龍頭，就不需要有一整成名作。佢喺度等一機嚟趁四海幫徹底近出巴比嘅機會。佢嘅計劃入面冇所講嘅詞，只有絕對嘅控制。佢開始喺暗中觀察對手嘅挪動，每一次嘅部署都好似喺度下一bàn魚五尺嘅妻。喺呢個階段，竹聯幫入面仲出現咗另一個重量灰人物白狼張安流。張安流係一個真正嘅知識分子，佢嘅出現為竹聯幫注入咗自狗。如果下陳才利係幫派嘅骨架，咁張安流就係幫派嘅大盟。呢兩個 after day 一雲一虎，正式開始咗竹聯幫紅過半個世紀嘅黑金帝國。但係江湖嘅路一踏入去就冇得回頭。當佢哋喺巴士圍萬嘅文一騎，佢哋就已經知道呢條路嘅島唔係去躲渣，就係埋單。陳才利企喺太比嘅前鋒，望住前方嘅林紅朗，佢知道真正嘅烈雨風風才剛剛開始。當年分班係竹林林女仔，點都估唔到，幾十年後佢哋嘅美國聯邦佐查局嘅黑名單上，而分切五蛇游水嘅架子，即將要喺重晚先寫嘅湖畔入面游讓圈咧最深處。呢份寫事只係注目，真正令人花冤都溶醒嘅故事仲喺後面。1960年代末嘅台北，表面上係一片繁華，但係向李鴻胪映照唔到嘅後巷，空氣入面永遠有一陣鐵切味。嗰陣時，台北嘅地盤就好似一塊肥豬籠，北京嘅條命夠硬，邊個就可以要落去。而當時最張狂嘅唔係後生嘅竹聯幫，係嗰班自命不凡、背景硬到飛起嘅四海幫。四海幫班友個個屋企有錢有字，出入住老西，袋入面裝住嘅唔係一般嘅家伙，而係連當時執法部門都要避三分嘅關係網。但係佢哋忽略咗一件事，喺絕境入面生長嘅竹林，生命力係最剛強嘅。陳才利呢位外表斯文、內心冷如冰霜嘅減子，正喺度等緊一個將成個台北黑道重新洗牌嘅契機。
1968年，中山區有一間煮食廠，呢度唔單止係生產布料嘅地方，更係各方勢力收樹同招撩嘅砧板。當時士海幫同本地一啲老牌角頭喺度行行霸道，完全唔將竹聯幫放喺眼內。陳啟禮知道，如果淨係靠口頭講樹，呢班大少爺永遠唔會明白咩叫正義。於是佢揀在一個落雨嘅深夜，帶領住手下幾名紅官，準備去嗰度幫對方修剪一下過分泛張嘅野心。粉晚嘅雨落得好急，雨水打喺小食廠嘅變鐵轆等上，發出令人心煩意亂嘅聲響。士海幫嘅人仲喺廠房入面飲住變茶，幻想住未來點樣吞平成個台北。突然間，大門被一腳踢開，陳啟禮企喺門口，身上件黑色風圓仲滴住水，眼神入面冇一絲溫度。佢冇講任何飯話，只係輕輕揮一揮手。隨後，一場被後世稱為血死魚食廠嘅大型體育下正式開設。廂房入面機器仲喺度空靈，但係好快就被另一種聲響遮蓋。竹聯幫嘅兄弟手入面攞住嘅唔係普通嘅刀，而係特製嘅長達1米嘅長家法。佢哋分工明確，一班人負責關門，一班人負責處理。士海幫班友雖然平時鑊運滿盈，但邊度見過呢種連命都唔要嘅打法？陳啟禮親自帶頭衝入去，佢個動作快到令人睇唔清，每一次出手都代表住有一個人要提早退休。粉腸滑動持續咗唔夠半個鐘。當陳啟禮行出廠房嘅時候，佢背後嘅地面已經變咗色，空氣入面嘅腥霾濃到連大雨都沖唔散。經此一役，士海幫徹底崩財，好多人連夜搬屋去咗海外，或者乾脆去咗旅行，一去不遂。而陳啟禮呢個名正式成成咗台北地下疾處嘅代名詞。佢唔再係嗰則係水邊彷徨嘅險字，而係一則可以喺血海入面游刃有餘嘅龍頭。但係陳啟禮好清楚，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如果你淨係識得用武力去處理問題，咁你永遠都只係一個古惑仔，成到大後。於是，佢喺1968年嘅陽明山會議上，正式宣布將竹聯幫進行現代化改革。佢參考咗軍代同古代秘密結社嘅制度，設立咗總堂，下轄天地船黃宇宙洪汪等8大堂口，每一個堂口都有自己嘅堂主同副堂主，呢分工非常之細。有的堂口專門負責物流，平時實係收跑戶費；有的堂口專門負責娛樂，經營博彩同夜場；更有啲秘密嘅單位負責平衡天平，即係
執行家法同暗殺。陳啟理自任總巡查，擁實在嘅最高權力，直掌握係恪守入面。佢要求所有兄弟，除咗要夠狠，仲要講忠義，更重要嘅係要絕對服從。呢種軍事化嘅管理，讓竹聯幫由一個鬆散嘅青少年組織，瞬間變成咗一個紀律嚴明、效率極高嘅影子政府。嗰啲嘅七叫開始延伸到建築業、演藝圈，甚至係政商界嘅核心。當時嘅台北，只要係有錢轉嘅地方，就一定有竹攞到影子。如果你想喺台北開門做生意，第一件事唔係去求神拜佛，而係要先請竹聯幫嘅兄弟去飲茶，交一筆管理費，否則你嘅鋪頭好快就會因為裝修唔合格而首被迫無限期停業。陳啟理喺呢個時期展現出咗超越常人嘅冷靜同野心，佢開始物色一啲有高學歷、有頭腦嘅年輕人入幫。佢明白未來嘅江湖唔係單靠鐵花生同西瓜刀，而係要靠洗白掌簿同法律勞動。就係喺呢個背景下，白良張安良開始喺幫入面發撥威重要作用。張安良當時仲喺大學讀書，但佢已經開始幫陳啟理巧密幫規，策劃一啲更高級嘅商業行動。然而，當權力大到一個點嘅時候，就會引起上面嗰班真正大佬嘅注意。當時嘅國民黨政府對於呢個迅速膨好嘅組織，心情係非常複雜嘅。一方面，佢哋需要捉攞到佢哋唔方便親自動手嘅污糟嘢。如果你以為竹聯幫只係一班攬住長假發周街組嘅古惑仔，咁你就太過天真啦。喺70年代嘅台灣，真正令所有人聞風喪膽嘅，唔係佢哋嘅拳頭，而係嗰套好似精密時鐘咁運行嘅公司化制度。當陳啟理喺前方衝鋒陷陣嘅時候，另一位靈魂人物白良張安樂正喺度用佢嗰個裝滿法律同管理學嘅腦袋，為呢個黑道帝國繪製一張足以覆蓋成個寶洞嘅藍圖。呢張圖唔係用墨水畫嘅，係用數之不盡嘅洗白賬簿同埋兄弟嘅血液堆砌出嚟。喺張安樂同陳啟理嘅構思入面，竹聯幫唔應該只係一個幫派，而係一冊橫跨黑白兩道嘅影子政府。佢哋正式確立咗極其嚴密嘅堂口制度。最初嘅天地元皇宇宙洪荒八大堂口就好似8條劇毒嘅觸手，延伸到社會嘅每一個角落。天字堆通常係黑心中嘅黑心，負責幫派嘅最高決策同埋護衛龍頭。地字堆就係負責戰鬥嘅主力，專門處理嗰啲唔聽話嘅競爭對手。而其他堂口則各有分工，有啲專門滲透入演藝圈，有啲則負責喺並軸工程入面平衡天平。隨住勢力橫張
堂口數量好快就增加到13個，甚至更多。每一個堂口嘅堂主都係一方之霸，佢哋手下有護法、紅冠、白紙傘。如果你想喺當時嘅台北辦理一啲法律以外嘅手續，你必須先搞清楚智者要去邊個堂口掛 hora。呢度嘅規矩比法庭仲要嚴格。如果你跳過堂口，直接往大佬，嗰種行為叫做越級報教，分分鐘會被送去海底打高爾夫球。講到經濟來源，續連邦喺呢個時期完成咗華麗嘅轉身。佢哋唔再滿足於喺路邊攤收我幾毫子清潔費，佢哋將目標瞄準咗更高層次嘅灰色地帶。當時台灣經 ESCO 起飛，周圍都係大工程。續連邦嘅兄弟會住整齊嘅老西，攞住公事包行入競逐公司嘅招標現場。佢哋唔會大吵大浪，只係會輕輕喺負責人耳邊講一句：大佬，呢個標我哋公司好有興趣，希望你計個面，等大家都有餐飯食。如果你唔計呢個面，聽日你嘅工地可能就會出現一啲風水問題，機器莫名其妙歪咗，或者門口突然多咗一班後生仔喺度野餐，阻住所有工程車進出。呢種溫柔嘅暴力，比直接動刀動槍更令人崩潰。結果往往係競逐商乖乖交出顧問費，或者將部分工程轉煲喺續連邦控制嘅空劈公司。透過呢種方式，無數嘅黑金被洗白，即係變成咗合法嘅銀行存款。除咗競逐業，演藝圈更加係佢哋嘅今晚。嗰陣時嘅大明星，表面上風光無限，但背後都要往大街做靠山。如果你想請某個紅星拍戲，唔係往經理人，而係要往續連邦嘅某位堂主飲茶。如果堂主唔點頭，個明星就算有期都突然病倒。曾經有一位著名影星，因為唔肯配合，結果喺收工返屋企嘅路上，被請去旅行咗3日2夜，返嚟嘅時候，成個人變到乖乖仔咁。呢種對娛樂產業嘅絕對控制，讓續連邦嘅財源好似自來水咁湧入，仍不枯乾。但係金錢同權力嘅爭搶，往往伴隨住內部嘅苦存。為咗維持秩序，續連邦制定咗極其冷酷嘅家法。喺幫派入面，最嚴重嘅罪名唔係處理咗自己人，而係背叛同食夾伴、私吞公款。一旦被判定違反家法，執行單位就會啟動。佢哋唔會喺大街大巷動手，通常會捲一個月黑風高嘅深夜，將當事人帶到偏僻嘅山頭或者海邊。喺嗰度冇法官，只有冷冰冰嘅執法者。佢哋會給你最後一次機會交代清楚，然後就會幫你關箱，送你返老家休息。好多曾經喺江湖上叱咤風雲嘅人物，就咁無聲無息咁喺世界上消失。你喺神門上面睇到嘅失蹤人口，好多其實都係成為咗呢套精密骨架下面嘅肥料。張安樂曾經試圖將呢種力量理論化，佢認為黑社會係社會他
係社會嘅一種補充。佢提出咗所謂嘅俗連直學，強調兄弟情義高於一切。但事實上，喺嗰個金錢堆砌出嚟嘅帝國入面，情義往往只係一張薄薄嘅包裝紙。每個堂主之間嘅明爭暗鬥，從來冇停止過。大家表面上哈哈哈哈，背地裏都喺度企咁點樣埋堆，點樣吞併對方嘅地盤。陳啟禮坐喺高位，冷眼旁觀住你一切。佢知道呢個帝國雖然強大，但係佢嘅根基係建立喺不合法之上。如果想要長治久安，就必須往到一個更強大、更具備合法性嘅靠山。於是佢開始將目光投上咗嗰班坐喺冷氣房掌握住國家機器嘅大人物。佢哋需要逐聯繫崩嘅處理能力，而逐聯崩需要佢哋嘅保號傘。呢種危險嘅共生關係，讓逐聯邦由一個地方幫派正式戰升為影響國家政局嘅政治黑幫。但係陳啟禮同張安樂都忘記咗一個古老嘅道理：當你同魔鬼握手嘅時候，你就要準備好交出自己嘅靈魂。當我份來自高層嘅秘密委託處理掉落喺80年代嘅台灣，白天同黑夜嘅界線其實冇你想象中咁清晰。當一般市民以為法律同秩序係由我班坐喺冷氣房住剪裁制服嘅冠冕人維護嘅時候，其實喺一啲煙木血燃漫嘅私人會所入面，黑與白正喺度劃手言和。陳啟禮當時已經唔單止係一個幫派嘅坐館，佢已經變成咗權力遊戲入面最鋒利攞把暗刀。對於我班掌握國家機器嘅人嚟講，有啲垃圾唔方便親自落手清理，而竹聯幫就係最好嘅清潔工。呢種關係江湖上叫政治共生，但喺我哋呢啲講古佬眼中，呢個係一場注定要燒到自己身手嘅可玩。當時嘅背景好特殊，島內外嘅政局都好似滾水咁亂。我班穿制服嘅大佬發現，單憑正規嘅手段已經好難壓制住一啲反對於嘅聲音，於是佢哋將目光投上咗呢支紀律嚴明、人數眾多嘅影子部隊。喺1980年代初，陳啟禮被秘密邀請去到一個神秘嘅地方飲茶。坐喺個對面嘅唔係一般嘅警官，而係層次高到殺死人嘅州閥首長。佢哋同陳啟禮講咗一個好冠冕堂皇嘅理由，為咗大局。對於陳啟禮呢種貫穿大嗰紙入面流住愛國血嘅人嚟講，呢番話比金銀珠寶更加有吸引力。佢一直覺得自己雖然身喺黑道，但係深究天下。佢想證明竹聯幫唔係一班只會收樹同送人上路嘅古惑仔，而係可以為咗國家平衡天平嘅意思。就係咁，一場名為愛國嘅黑幕劇正式打開。呢段時間，竹聯幫嘅地位升到咗一個前所未有嘅高度。好多堂主發現自己去辦事嘅時候，背後好似有一股無形嘅力量
喺度槍住。以前見到警察要避3分，而家甚至有啲警察見到佢哋都要客客氣氣，大家飲杯茶，食個包。呢種權力嘅幻覺，讓竹聯幫內部開始平衡。佢哋以為自己已經成為移民體制嘅一部分，以為自己攞到咗一張永遠唔會過期嘅免死金牌。陳啟理甚至被安排去接受一啲塔術訓練，喺我哋唔對外開放嘅訓練場入面，佢學習嘅唔再係點樣用西瓜刀開路，而係更專業、更冷酷嘅處理激進。佢被灌輸咗一種觀念，為咗保護大廚，必須要剪掉我哋科枝敗葉，而邊啲係科枝必驚喜，就由我班坐喺冷氣房嘅人話事。陳啟理深信不疑，佢覺得自己正喺度執行一項神聖嘅任務。當時嘅竹聯幫觸角已經伸到去州戶局內部，雙方嘅信息互通，合作無間。如果你係嗰陣時嘅台北，得罪咗一啲唔應該得罪嘅政要，你可能唔會收到法院嘅傳票，但你極有可能會喺某個深夜被一班動作利落、完全唔似一般流氓嘅黑衣人請去郊遊。呢班人唔會留低任何證據，佢哋嘅手法鉗縱利落，就好似從來未出戰過咁。呢種能見蒸發嘅恐怖，籠罩住成個80年代嘅政壇。但係陳啟理忽略咗一個最基本嘅政治邏輯：工具始終係工具。當你呢把刀太過鋒利，甚至開始令主人感到不安嘅時候，或者當主人需要一個替死鬼嚟掩蓋自己醜聞嘅時候，最先被折斷嘅一定係呢把刀。我班冠冕人喺酒座上同你稱兄道弟，講咩嘢共同進退，但當大難臨頭嘅時候，我哋只會諗住點樣將呢份交情抹得乾乾淨淨。張安略當時身喺美國，佢憑住敏銳嘅直覺，已經感受到咗呢種不安嘅氣氛。佢曾經提醒過陳啟理，同我班人行得太近，就好似同老虎一齊上角咁危險。但當時嘅陳啟理已經入咗死太深，佢覺得自己正喺度參與緊改變歷史嘅大工程。佢覺得自己唔再係一個黑社會，而係一個無名英雄。1984年，當我份要處理掉作家姜蘭人物令傳到陳啟理手上嘅時候，佢覺得呢個係證明自己忠誠嘅最高考驗。佢帶領住鬼劍囚吳敦同埋其他精傳遠赴美國3番時，佢哋以為自己係去為民除害，以為自己係去辦正事。佢哋點都估唔到，呢旗幟喺大洋彼岸響起嘅槍聲，雖然令目標永遠睡覺，但同時亦都敲響咗竹聯幫全盛時期嘅喪鐘。5場體育課做得好成功，姜蘭喺自己嘅寓所
被解決咗。陳啟禮佢哋以為返到泰會得到英雄式嘅接待，會得到更高層次嘅照顧，但係佢哋低估咗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嘅效率，更加低估咗政治家嘅冷血。當美國方面施加壓力，要求台灣交出兇手嘅時候，嗰班曾經同我哋稱兄道弟嘅大佬，第一時間就決定將呢班忠心嘅工具送去坐監，甚至想像我哋永遠關上。呢種被背叛嘅冷意，比任何刀鋒都要利。陳啟禮喺飛機返台嘅途中，心入面仲係熱血沸騰。我唔知道屋企門口等緊我嘅唔係成功宴。1984年嘅三藩市，淡湖籠罩住大理石嘅海岸。對於喺度生活嘅人來講，和節目係浪漫嘅裝飾；但對於遠道而來嘅陳啟禮一行人來講，和節目係最好嘅掩護。佢哋三個人，陳啟禮、胡敦、董桂新，喺台灣係呼風喚雨嘅大佬，但來到呢度，佢哋只係一做無名嘅執行者。佢哋心入面團火收得好旺，覺得自己係為咗家國大義來處理一個叛徒。佢哋唔知道自己手入面攞住嘅唔係獎章，而係一張通往地獄嘅單程機票。而嗰個寫咗蔣經國傳令高層坐立不安嘅作家張瀾，正喺佢屋企嘅車庫入面等待住一場永遠唔會醒嘅午睡。呢場行動係由我棟神美大樓入面嘅首長親自授意嘅。陳啟禮佢哋受過專門嘅行前訓練，對目標嘅生活習慣了如指掌。對於佢哋嚟講，呢次唔係江湖上嘅火變，而係一場神聖嘅開前。佢哋覺得自己係喺度幫主人清理民戶，幫嗰個搖搖欲墜嘅權力核心平衡天平。當日陽光好似平時咁平淡，張瀾嗱送完仔女返學，返到屋企準備開始佢嘅寫作。佢點都估唔到自己筆下嘅文字竟然會引來遠喺千里之外嘅催命符。當胡敦同董桂新行入車庫嘅時候，空氣好似凝固咗咁。佢哋冇講任何廢話，直接請張瀾食咗幾下鐵花生，動作快到連鄰居都以為係汽車回火嘅傷。張瀾倒喺雪泊入面，佢嘅故事係我一撻戛然而止。而陳啟禮似喺遠處冷靜咁睇住一切發生。佢以為嗰場體育下結束之後，佢就係功臣，佢嘅族聯邦會因此得到更高嘅地位。佢甚至幻想着返到台會之後，會有人喺暗處為佢鼓掌，將佢推上黑白兩道嘅尊峰。行動結束後，佢哋迅速撤離，返到台湖。陳啟禮心入面仲沉浸喺我種使命達成嘅滿足感入面，但係我發現氣氛有啲唔對路。曾經同我飲茶講大義嘅首長，突然間變得好忙，唔係開會就係唔喺辦公室。
而台灣嘅街頭開始出現一陣令人接息嘅寧靜。美國佬嗰邊火冒三丈，FBI 喺現場發現咗太多蛛絲馬跡。對於美國嚟講，你喺我嘅地頭處理我嘅公民，呢個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嘅挑釁。為咗平息美國佬嘅怒火，我班穿制服嘅大佬決定演出一場史上最冷血嘅過河拆橋。1984年11月12號，台灣當局突然發動一清專案。呢場原本話係要小黑嘅行動，實際上係一場針對族聯邦嘅滅絕計劃。陳啟禮喺屋企仲未反應過來，就被一班全副武裝全嘅人員帶走。佢見到對方嘅眼神，唔係見到英雄嘅敬佩，而係見到垃圾嘅淹沒。佢終於明白，自己只係一塊用完即棄嘅抹布，幫主人抹完雪席之後，就要被丟入垃圾桶，甚至要被徹底燒毀。但陳啟禮唔係普通人，佢係江湖混咗咁耐，知道呢行主旨就係孤注一擲。喺出發去美國之前，佢留咗一手，佢將一盒錄音帶交咗俾身喺美國嘅白娘張安樂。錄音帶入面詳細記錄咗邊個受命佢去處理張蘭，邊個提供咗州戶，邊個應承過事成之後嘅報酬。呢盒帶係佢唯一嘅保命符。如果佢喺台灣被關傷或者意外退燒，呢盒帶就會交告美國媒體，將成個權力核心嘅草案徹底炸開。張安樂喺美國收到消息，知道陳啟禮被捕，佢冇選擇沉默，而係選擇咗一場驚天大對講。佢喺洛杉磯召開記者招待會，當住全世界媒體嘅面揭露咗張蘭案嘅真相。佢冷冷咁講出，呢場行動係國家機器委託族聯邦執行嘅。呢句話好似一粒原子彈，炸碎咗當局嘅所有軟言。原本想將陳啟禮提早送上路嘅人被迫停手，因為佢哋怕張安樂手入面仲有更多核彈級嘅秘密。陳啟禮如保住咗條命，但佢被判咗無期徒刑，投入咗冰冷嘅監獄。而族聯邦嘅其他高層亦都紛紛入雪，被送去離島嘅監獄。曾經橫行無忌、獨霸台北嘅天下一大幫，喺短短幾個月入面就由巔峰跌落到谷底。好多兄弟喺監獄入面先至醒覺，原來所謂嘅忠義喺政治面前連一孝子都唔治。呢場張蘭艷遇臨忽咗無數人嘅英雄夢。陳啟禮喺獄中每日望住咗4道牆，心入面唔知係後悔定係憤恨。佢親手幫主人處理咗敵人，而主人親手將佢推入深淵。而我班
係機頭打拼嘅後生仔，更加係慘不忍睹。嗰啲摸大佬嘅保命符，只能喺黑房入面慢慢老去，或者係住網入面等待下一場江湖大變。張安良係美國嘅舉動，雖然1984年嘅冬天，台灣嘅空氣凍到入骨，但比天氣更凍嘅係全台灣黑道大佬嘅心。隨住當局發動嗰場名為一清專案嘅滅絕式小數，全台灣有4000幾個被列為大哥價級別嘅人，喺一夜之間被請去長期度假。呢場行動就好似一網打盡，將整個江湖嘅精寸全部塞入咗離島嘅監獄。特別係嗰個令人生畏、四面環海、號稱連則飛咗都飛唔出嘅延灣監獄。呢度原本係用嚟關入最兇殘嘅重刑犯，而家佢變咗全台灣各座黑道研習社。當幾百個唔同幫派平時見面就要開壇火並嘅大佬被關喺同一個奸串嘅時候，你以為會係一場大和嘅？唔好意思，真正嘅噩夢先至嗱嗱開始。喺延灣嘅高泉入面，陽光永遠照唔到人心嘅陰暗處。竹聯幫因為人數最多，組織最嚴密，加上有陳啟禮呢啲靈魂人物坐鎮，就算入咗撮，佢哋依然係最強大嘅勢力。竹聯幫班兄弟習慣咗喺出面獨霸一方，入到去依然保持住嗰種傲氣。佢哋喺監獄入面埋堆，站住咗最好嘅場位，甚至連放風嘅時間都要由佢哋話事。對於我班來自全台各地講台語、講究地緣關係嘅角頭大佬嚟講，竹聯幫嘅行為唔單止係踩線，直頭係要將佢哋嘅尊嚴踩喺腳地。當時監獄入面嘅氣氛壓抑到極點，每一口呼吸都充滿住火藥嘅味。竹聯幫嘅兄弟覺得自己係天下一大幫，睇唔起我班打發原始嘅地方角頭，而角頭大佬們就覺得竹聯幫係一班外省仔，喺佢哋嘅地頭仲敢咁張狂。呢種積壓已久嘅矛盾，終於喺一次放風嘅小衝突中徹底爆發。嗰日，一個小小嘅口角演變成咗幾百人嘅大混戰。雖然冇鐵花生可以用，但係磨尖咗嘅牙刷，用長架整出來嘅利刺，照樣可以請人去海地打高爾夫。就係喺呢種被竹聯幫壓迫到窒息嘅環境下，一班地方角頭大佬意識到，如果佢哋仲係散收收，遲早會被竹聯幫徹底處理掉。於是，一幕令人意想唔到嘅歷史畫面出現咗。幾個平時互不相干，甚至有世仇嘅地方角頭，包括基隆嘅天鑊幫、台北嘅劉浦幫，同埋中部同南部嘅大角頭，喺獄中秘密開會。佢哋用最傳統嘅方式歃血為盟，宣布成立一個專門用嚟對抗竹聯幫嘅聯盟。呢個組織就係後來同竹聯幫鬥咗幾十年，號稱本土地頭龍嘅天道盟。天道盟嘅誕生可以話係被竹聯幫
逼出來嘅。佢哋嘅口號好簡單，不戰不爭，但只要你敢採過來，我哋就一齊將你送返鄉下。呢個聯盟嘅成立，徹底改變咗台灣黑道嘅格局。奸入唔再係懲罰罪犯嘅地方，而係變成咗幫派整合、升級，甚至係招募後生仔嘅獵場。好多入去之前只係偷雞摸狗嘅小流氓，出來嘅時候已經係母堂口嘅紅官。陳且理係惡中冷眼旁觀住你一切，佢心入面好清楚，竹聯幫嘅現行已經起咗全江湖嘅功分。雖然佢哋依然可以憑人數爭優，但係嗰種一人獨大嘅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而奸入管理層為咗平衡天平，往往會喺暗中挑破兩派嘅關係，等佢哋互相消耗。嗰段日子，鹽灣奸入每晚都會傳出襟利嘅叫聲，有啲係被家法伺候，有啲係喺睡夢中被請去影院睡覺。1987年，鹽灣奸入發生咗震撼全台嘅鹽灣暴動，因為不滿管理人員嘅粗暴對待，加上幫派之間嘅內鬥達到咗臨界點，幾百名大佬集體起義，佢哋燒毀奸場，爬上屋等，向住外面嘅武裝警察示威。嗰一晚，火光衝天，映紅咗半邊海面。當局最後出動咗精串嘅霹靂小組進行鎮壓，用催淚彈同埋強力水炮強行平息。雖然暴動結束咗，但呢場火亦都燒出咗黑道嘅新支書。經此一役，大佬們發現咗一個道理：喺高泉入面，再狠嘅拳頭都抵唔過停滯。於是佢哋開始學習點樣變得更文明。佢哋唔再喺奸入面大動干戈，而係開始利用法律漏洞，甚至係政治影響力來為自己爭取權益。陳且理喺呢段時間心境發生咗好大嘅轉變，佢開始係鑊中讀書、畫畫，甚至研究節約。佢明白到黑道嘅未來唔可以再係純粹嘅暴力，而係要洗敗，要進入嗰個更高層次、更污魔嘅政治圈。當一清專眼嘅大佬們陸續成晚釋放或者保外就業嘅時候，台灣嘅江湖已經變咗樣。竹聯幫依然係有一隻巨大嘅強字，但佢面對嘅唔再係一盤散沙，而係一個有組織、有預謀嘅天道盟。呢兩股勢力嘅對峙，讓台灣進入咗一個黑金政治最瘋狂嘅年代。呢間黑道大小不一，當1990年代嘅鐘聲響起，台灣嘅天空好似變色龍咁啊，由單純嘅黑白交替變成咗充滿政治煙霧嘅彩色。隨住二清、三清專案接踵而至，竹聯幫嘅大佬們明白，台灣呢個島
已經變得太細，容勿落佢哋呢班大臣。陳啟禮呢位曾經嘅減節，係幾度進出苦從之後，終於決定喺1996年，趁住當局又要發動大規模體育活動之前，攞住一張飛往柬埔寨嘅機票，開設咗佢長達10幾年淒涼而又傳奇嘅流亡生涯。佢呢一走，唔單止係一個人嘅撤退，更加係代表住族聯邦正式將觸角伸向全世界，開啟咗一個跨國犯罪集團嘅新紀元。金邊嘅母號，空氣入面永遠有一股摸唔甩嘅乳酪味，同埋燒焦嘅火藥味。對於陳啟禮嚟講，呢度雖然落後，但係自由。佢喺呢度唔再係俾警方通罰嘅黑道教父，而係搖身一變，乘坐咗當權者嘅座上賓，甚至被授予船着嘅頭銜。佢喺金邊起咗一座好似堡壘咁嘅別墅，門口企住嘅唔係一般嘅保全，而係攞住 AK-27、着住正規軍裝嘅士兵。陳啟禮坐去藤椅上面，繞住紅酒杯，望住別墅出面嗰條渾濁嘅湄公河，心入面盤算緊點樣將族聯邦嘅物療生意重新整合。喺呢個時期，族聯邦嘅經營模式發生咗翻天覆地嘅改變。佢哋發現喺台灣收我啲保護費，根本就係賭零生意。真正嘅大錢係去金三角嗰邊嘅白色粉末，甜牌係東南亞各國之間流動嘅洗白賬簿。族聯邦利用佢哋強大嘅組織網絡，將柬埔寨、泰國、緬甸連成一線。我啲白色鹽巴透過佢哋嘅渠道，被送去世界各地請人品鹹，而賺返嚟嘅美金就透過無數間喺澳門、香港同新加坡嘅空殼公司進行深度清澈，最後變成咗合法嘅房地產同埋科技投資。當陳啟禮喺東南亞建立佢嘅影子王國嘅時候，另一位核心人物白狼張安樂就係喺海峽嘅另一邊中國大陸布下咗一場更宏大、更令人毛骨悚然嘅奇蹟。張安樂唔係一般嘅古惑仔，佢係讀過書、有大局觀嘅戰略家。佢喺深圳、上海等地落腳，表面上係做煙草同埋電子生意，但實際上佢係喺度為族聯邦摸緊一條轉乘之路。張安樂好清楚，單靠打打殺殺已經唔足以讓幫派生存。佢提出咗一個大膽到令人發冷嘅觀念：既然黑道係社會嘅一部分，咁點解唔直接進入體制？佢喺大陸期間積極聯絡各方勢力，將族聯邦嘅重地訓練成愛國商人。佢哋唔再喺街頭同人火並，而係坐喺豪華寫字樓入面，用資金去影響選舉，用人脈去控制政情。張安樂甚至喺後來成立咗中華統一促進黨，將黑社會嘅力量轉化為一種政治籌碼。呢種紅藍黑三色交織嘅手段，讓族聯邦由一個幫派升格成年合格四嘅政治勢力。
喺我段流亡嘅歲月入面，竹聯幫嘅堂口開始遍佈全球，喺美國嘅唐人街，喺巴西嘅巫業區，甚至喺澳洲嘅果場入面，只要有華人嘅地方，就有竹聯幫嘅國可處。佢哋唔再淨係請人去海底打高爾夫，佢哋學識咗用網絡技術去幫人處理掉啲唔聽話嘅賬務，學識咗用高科技電算去請人參觀肥矮嘅發財夢。但係流亡嘅滋味並唔好受。陳啟利喺柬埔寨雖然過住土皇帝般嘅生活，但佢嘅眼神入面始終有一種化唔開嘅傷口。佢曾經喺接受採訪時講過，佢最想念嘅係台北和還牛肉麵。呢位曾經令全台灣震情嘅大佬，其實都係一個回唔到家嘅野鬼。有一次，柬埔寨政府為咗助養幾個列體，突擊搜查咗陳啟利嘅別墅，喺入面搜出咗成堆嘅重型玩具。陳啟利因此被請去金邊嘅監獄短暫鎮修，雖然好快就出返嚟，但呢件事令佢意識到，喺人哋嘅地頭，你永遠只係一則隨時可以被祭祀嘅減字。與此同時，台灣內部嘅竹聯幫亦都因為群龍無首而陷入咗長期嘅紛爭。雖然陳啟利喺海外依然係最高領袖，但天高皇帝遠，下面嘅堂主們開始各懷鬼胎，為咗爭奪嘅位，各個堂口之間嘅暗鬥比明爭更加精彩。有的堂口選擇投效新興嘅政客，有的則選擇同晒熱嘅死地天道盟握手言和，共同瓜分地盤。江湖嘅規矩喺金錢面前變得好似一張筷子咁薄。將要來大陸嘅佈局亦都面臨住巨大嘅壓力。佢一方面要維持幫派嘅運作，另一方面要應付各方勢力嘅盤查。佢就好似一則喺光線上行走嘅白狼，稍有不慎就會粉身碎骨。佢開始意識到，要養竹聯幫永遠屹立不倒，唯一嘅辦法就係將幫派社會化同埋合法化。佢教導後生仔要食得住西裝，食得講法律，要把我份利器藏喺公事煲入面。呢個時期嘅竹聯幫已經完全脫離咗當初喺竹林下歃血為盟嘅秦趣，佢哋變成咗一個龐大、冰冷且無孔不入嘅怪物。佢哋唔再需要親自動手去處理對手，佢哋只需要一個電話就可以讓對手嘅銀行賬戶被凍結，或者讓對手嘅名額喺永遠睡覺。當陳啟利喺柬埔寨嘅大宅入面，對住嗰啲慕名而來嘅記者侃侃而談自己嘅愛國情懷時，
佢嘅背影演得非常之 good documents。佢知道自己親手開啟嘅呢個紙袋已經唔再受佢控制。逐聯邦就好似一架高速行駛嘅列車，載住無數嘅慾望同埋罪惡，衝上一個連佢都睇唔清嘅未來。流亡係一場漫長嘅傳辦，亦都係一場深冇遠慮嘅避風。陳啟理同張安樂。2007年嘅秋天，香港聖特麗莎醫院嘅病房入面，空氣靜到連隔離房嘅心跳聲都好似聽得到。嗰陣曾經令成個亞洲江湖震動嘅氣息，而家縮到得返嗰張窄窄嘅病床咁大。陳啟理呢位愛 however 限鉗子嘅逐聯邦靈魂人物，正喺度同佢人生最好個對手日莊岩進行一場冇勝算嘅講笑。外邊嘅世界依然嘈嘈，但係呢間房入面，一代輝崇嘅呼吸聲越嚟越弱，就好似一壇就嚟殘荷嘅油燈喺風入面搖搖欲墜。當佢最後一啖氣呼出嚟嘅時候，唔單止係一個生命嘅終結，更加係代表住台灣嗰個充滿血性同義氣嘅早江湖時代正式畫上咗句號。消息傳返台灣，成個黑道瞬間陷入咗一種決意嘅寧靜。對於逐聯邦嘅兄弟嚟講，陳啟理唔單止係大佬，佢係一種信仰，係嗰根支撐住整片竹林嘅主幹。雖然佢流亡海外多年，但只要佢仲有一口氣喺度，大家就覺得有個主心骨。而家主幹斷咗，成片竹林都喺度發出悲鳴。幫派高層即刻啟動咗最高級別嘅治喪宴宴會，佢哋要為陳啟理辦一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四尺葬禮，要讓全世界知道，就算龍吐咗，逐聯邦依然係天下第一。2007年11月8號，台北嘅天空陰沉沉，好似老天爺都想整場雨嚟送行。大節嘅告別式會場被佈置成一個黑色嘅迷缸，兩公鋼嘅土地上密密麻麻企滿咗住整齊黑老西嘅後生仔，一眼望密到頭。呢度唔係拍戲，呢度係真實嘅江湖大會師。你可以見到天道盟嘅大佬帶住大隊人馬嚟致意，可以見到四海幫嘅屬地喺靈堂前深深鞠躬，甚至連日本山口組、駐吉會、香港嘅三合會都派出咗高級代表遠道重洋嚟送呢位減子最後一程。5日嘅台北街頭，警方進入咗最高戒備狀態，上千名全制服嘅大佬喺周圍布下天羅地網，紅外線攝影機不停咁閃，記錄低每一個到場人物嘅面孔。但係面對呢程過萬人嘅黑衣大軍，警方亦都只能夠維持秩序，唔敢輕易破局，因為大家都明白今日係江湖嘅停戰日。喺靈堂入面冇恩怨，只有對一位傳奇人物嘅敬畏。陳啟理嘅靈柩被緩緩抬起，背後係數以萬計嘅呼喊聲。呢一幕
成為咗台灣黑道史上最壯觀，亦係最後嘅輝煌。但係傳奇落幕之後，現實嘅殘酷好似潮水咁湧上嚟。陳啟禮走咗，留低嘅係一個龐大但又四分五裂嘅帝國。竹聯幫入面嘅各個堂口開始咗一場冇硝煙嘅權力重鑄。老一輩嘅大佬講究江湖道義，覺得要守住陳啟禮留低嘅規矩，但新一代嘅後生仔覺得我啲嘢已經過時，佢哋更看重嘅係數字。現代嘅竹聯幫喺陳啟禮死後完成咗一場最徹底，亦係最恐怖嘅進化。佢哋發現喺街頭撩住長家髮同人開田已經係低級嘅做法。新一代嘅大佬好多都係學歷高、食典領嘅精英，佢哋將幫派轉成控股公司，隱身喺合法嘅企業背後。你以為佢哋係做物流嘅，其實佢哋係幫東南亞洲嘅博彩網站處理灰色賬戶。你以為佢哋係做科技開發嘅，其實佢哋係喺雲端建立咗一個無國界嘅死白工場。特別係白狼張安樂，喺陳啟禮死後幾年正式結束流亡生涯，返到台灣。佢冇帶住刀槍，而係帶住政治理想返嚟。佢將竹聯幫嘅力量政黨化，喺街頭煮起邪魅，參與選舉。呢種轉變讓警方感到前所未有嘅頭痛。你點樣去小小一個合法登記嘅政黨？你點樣去定義一個住西裝喺電視上講緊大道理嘅人係合疏比？竹聯幫已經成功由地下爬上咗柱面，佢哋嘅影響力已經滲透入咗社會嘅毛細血管。而家嘅竹聯幫更加似一個無所不在嘅影子，佢哋唔再需要送人上路嚟解決問題，佢哋有更高級嘅手段，操縱系亂、干預金融，甚至係影響選舉結果。佢哋將當初陳啟禮嗰套愛武黑幫嘅理念還到咗極致。喺繁華嘅信義區商廈入面，可能就有某個堂口嘅 CEO 喺度飲住咖啡，手指輕敲一眼，就決定咗幾千萬資金嘅流向。而呢啲資金背後，可能就係冇查遠在海外嘅非法博彩。回頭望返一片竹林，最初有班喺雨入面歃血為盟嘅少年，可能點都估唔到，佢哋開創嘅呢條路，最後會變成咁樣。江湖已經冇咗豪情，剩返落嚟嘅係冰冷嘅利益。陳啟禮喺傳播在別處話嘅話，依然過喺某啲大佬嘅牆上，提醒住大家，曾經有過一段鮮血淋漓嘅歷史。但係當新一代嘅古惑仔喺夜場入面開住名車，用住最先進嘅加密通訊軟體，你住得半個階段嘅住，
聯邦最令你震撼。記住，深夜莫走主林路，唔係總有鬼，係總撞到唔應該撞到嘅體育卡。我哋下集再見。